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活动家茹克耶·托尔迪什女士当选为东突厥散和信息中心的新主席。在1996年在慕尼黑成立的东突厥散化和信息中心前主席阿波多吉里里卡拉卡什先生的领导下，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等国家的代表推选茹克耶女士为候选人。在当天的选举，代表选出该中心在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代表人。卡拉卡什先生在移交仪式上发表讲话，回顾了东突厥散和信息中心过去25年的工作。他说，该中心已经发表了40多份报告，制作5000多片影片，并在媒体上发布。他还说，东突厥散和信息中心已经出版了数百期报纸和杂志，并建立了维吾尔电视台，并从事各种节目的制作。该中心与多家国际媒体合作，向他们提供了关于东突厥散的信息和证据。他还祝愿该中心以后的工作以及茹克耶女士的新任务取得成功。英国议会已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英国政府向维吾尔难民提供政治庇护，并提交给国会议员签名。据报道，该法案于10月14日提交，在2天内由8名立法者签署。该提案呼吁政府效法瑞典等欧洲政府的榜样，以考虑到维吾尔人的现状，未来英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受害者提供同意的政治庇护。目前为止，该法案已经有包括保守党、自由民主党、工党、工会主义者和民主联盟在内的不同政党的8名议员签署。观察人士说，预计未来几天将有更多立法者签署该法案。土耳其前总理兼未来党主席埃赫迈德·达乌提欧鲁强调，土耳其政府有责任为被占领东突厥散发声，并补充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应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东突厥散问题。土耳其未来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以东突厥散为题的新闻发布会。达乌提欧鲁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提高对东突厥散问题的意识。达乌提欧鲁呼吁土耳其议会应立即召开东突厥散特别会议。他说，在东突厥散发生的事情已受到欧洲议会的谴责。在美国，国会谴责中国的行为，并在中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维吾尔问题。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应立即召开东突厥散特别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包括世界维吾尔大会副主席埃尔肯博士、中国研究院院长帕尔哈提博士在内的东突厥散组织在土耳其的代表以及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作为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在美国被判审的回应，中国政府警告称可能会拘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员已经通过多个渠道就此问题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官员。中国在向华盛顿发出的信息中表示，中国学生和研究员在美国法庭受审的情况必须结束，否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会因践踏法律而受拘留。报道还提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就相关的提问置评。美国司法部7月曾表示，3名申请学术签证的中国公民因涉嫌隐瞒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而被拘留。伊朗外交部10月18日发表声明称，联合国对伊朗进行的为期5年的武器禁运于周日自动解除。而在另一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通过推特指出，任何希望中东和平的国家都不应考虑向伊朗出售武器。蓬佩奥发表声明警告，所有联合国对伊朗制裁已于上月恢复，美国将对任何协助伊朗武器项目的个人或实体进行制裁。蓬佩奥强调，任何渴望中东和平的国家都不应考虑与伊朗进行军售。该政权购买的每一种武器都将被其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他补充说，我们准备利用国内权威制裁促成这些武器销售的个人或实体。
塞浦路斯周日举行2020年总统选举的第2轮投票，土耳其支持的候选人总统埃尔辛塔塔尔面对寻求连任的总统穆斯塔法阿坎哲，以近52%的得票率胜出。选举结果宣布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声明称：“我代表土耳其人民祝贺当选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的埃尔辛塔塔尔。”塞浦路斯目前驻扎了超过3万名土耳其军人，这被认为属于安卡拉向地中海东部延伸土耳其边境战略的一枚重要棋子。